介俾你哋，好多日本人、香港人都嚟食。呢間真係價錢平，和牛好食又高質，記得 book 媽同 friend 無限 encore 啊！係連續7年拎咗大眾點評必吃榜㗎，叫到成台都係。呢度人均都係150蚊度，就食到 M 級和牛，真係好平。仲有獨家嘅秘製牛肉醬，用牛肉碎米熬製而成，配埋飯食一流啊！好正，係無限續㗎，飯同生菜都係免費無限續，仲有免費任食自助雪糕添啊，包你食到飽啊！就係深圳嘅虎苑燒肉。羅湖同南山都有分店，而家第3間分店登陸咗福田領展中心城，地鐵一出行幾步路就到，好方便，環境舒服，園林雅致嘅氛圍，係用真炭火烤食落去特別香口，全程店員幫你燒埋，手勢親切，你可以解放雙手，換盤都好及時，服務貼心，呢個真係必食啊！突上眼肉，係 M 級和牛，人均150蚊就食到，超抵啊！雪花紋理均勻，食落去肉質軟嫩，入口即化。佢哋嘅牛舌推介，口感爽脆，牛味濃郁，薄切三角肉入口即化 ，juicy 美味，秘製蒜香牛外脊，牛味香濃，肉質鮮嫩，古蹟中落牛小排，油脂口感豐富。呢個雞腿肉真係好好食，燒到外皮焦脆，肉質嫩滑。想返深圳食高質燒肉，又想價錢平，記得 save 低呢間啊！地址可以睇內文。